三哥冲来闹连连，乡下堂哥来结缘。大家好，我是车少年，我是七十位。世间最难挨啊，就是电台都头摆啊吼，唔但像要面对生活种种嘅挑战，要做姑娘嘅吼，还要原等要老公无多无卡嗰种故事呢。很才哥。哎呀，10位，我是堂哥一首啊，有一年三国嘅国宝赖笔下先生啊，演唱嘅一首头摆当风嘅小调，很多酷丽娘。一首三国讲嘅就係老公出远門以後啊，嗰種你哋難挨，你挨嗰種心酸。酷丽娘哦，係乜解啊？哦，也就講到啊，宋朝劉迪燕主公調哦，一酷丽娘啊，因為佢老公都攞去參軍，佢所就苦托佢啊，有一年啦，酷麗娘都模仿叫我哋4年呢，因為身邊冇見到，佢用嘴哦老臍帶咬團團呢，一次啦都佢來嘅咬臍郎15歲，兩公婆爭團圓啊，佢來筆下先生吼，從也是酷麗娘，真係當有特色咯。哇，我相信當然當上係彈呢首歌曲嘅。今日呀吼就夾夾來彈，羅盈盈連你帶來一首當久冇彈到嘅酷麗娘。
秋姑啊，寒玉泪，苦那黑马，苦那苦啊里唔打，秋呀天呀给，苦啊里娘见相，见相，爱郎张金同窗。甚至嘉言唱的真有自家特色还有意思耶。唱也是酷丽娘吼，按淳朴的作品吼，也有得唱唱，有得唱讲，也表演者一定要有当成的基本功哦，这样做的综合都当好。哦，所以角色弯来弯去。係啊，人家彈過的宋郎、師傅，我想要再推薦一首吼，咪係代表下先生嘅代表嘅作品《半山遊郎之一》。一講嘅也就人客家心口啊，千辛萬苦去尋老公嘅故事。哦，所以老公無法度轉來，做本樣人就當當嘅簽記。嘅人家就來唐亞書《半山遊郎之一》。山上那有路，路难行嘞。弯弯那迢迢，一程又一程嘞。阿妹愛去尋阿哥嘞。唔怕山高路無名嘞。乡镇那練功實在難嘞。三更那半夜，也坐雲煙行嘞。三回兩拜無見面嘞。山風沿路那旁行嘞。乡镇那練功無采功嘞。兩面那安好，分開講是東嘞。可比窮人병之柔嘞。只有團結見夢中嘞。還記得細細的時節，阿妹接帶我去看到外地做事嘅阿爸。迄個阿爸特別無閒，兩公婆甚至一句話就無講到。不過阿妹總係攞阿爸嘅衫褲洗到青青，熨到好好，掛到三家檔。我當好奇，高此地度趕夜路尋老公嘅細妹，係唔係看到嘅最掛心嘅老公？迄個看到嘅又會乜嘅情形咯？鄉親朋友，你下禮拜見。